美廷援烏現真容，民主外衣藏霸權。前腳喺世界各個記者面前嘈到面紅耳赤，差啲變成肉搏。後腳美國就以和平誠意唔夠為由，停晒對烏克蘭嘅軍援。特朗普對住澤連斯基呼喝，直言澤連斯基要多謝美國先啱，仲夾硬提及美烏礦產協議同埋美國對稀土嘅需求，係人都睇得清美國打咩主意。澤連斯基嗰個無奈同埋憤怒到爆嘅表情喺網上瘋傳，甚至有好多人同情佢，但最終都係要跪低喺美國嘅淫威之下。喺美俄博弈入邊，烏克蘭根本冇任何嘅自主權，美國凍結軍事裝備運輸，搞到烏軍陷入絕境，一邊逼住烏克蘭持續對抗俄羅斯，消耗俄羅斯嘅實力，一邊又以援助做籌碼，逼烏克蘭簽下佢哋嘅談判框架。美國政策嘅雙重標準表露無遺，澤連斯基有少少唔聽話，特朗普就即刻施壓。烏克蘭喺咁樣嘅強權逼巴之下，完全冇能力反抗。美國停援仲令西方陣營內訌爆煲。歐洲國家雖然喺倫敦峰會上高承諾會向烏克蘭俾錢，但特朗普一句講穿歐洲防務自主係痴人說夢。美烏領導人不歡而散，澤連斯基寧願得罪特朗普都唔肯簽賣國條約，充分體現出烏克蘭喺強權外交之下嘅無奈同埋屈辱。俄羅斯點出西方分化，歐洲就擔心美國獨斷獨行，同美國對其他國家厚此薄彼形成對比，再次證實美國外交政策只係顧自己嘅利益，烏克蘭不過係一隻任人隨意擺弄嘅棋子。由特朗普嘅威脅到美國用軍事援助當作籌碼，都充分表明現代國際關係依舊係叢林法則，美國官僚體制配合政治政策，令到基於規則嘅國際秩序嘅虛假面具扯到一乾二淨。